塔比还在跟 Chuck 两个人口角。对，这个组合总是充满了火药味。差距11分 ，Singletary。塔比直接把他扯下来。Mike 有点不太爽。双方有点脾气，所以现在裁判要警告一下，有点火气啊。你这动作是有点大的。塔比打球的动作就是这样。如果裁判可以先稍微制止一下的话，就会避免后续的一些冲突发生。两边都是垃圾话的高手，塔比跟 Chuck。哇，他们现在这4个人现在应该开始吵起来。警官第一排隔空这样对吵。警官第一排隔着淡水河，现在可以面对面了。同时间一个后仰的出手没进，篮板球塔比打在谁的脚上呢？塔比说是 Chuck 的脚，对，毫无疑问，是Chuck 就在犯罪现场。所以卡斯亚如果虽然进攻失常，但是他防守可以想尽办法跟塔比配掉的话，对球队还是有功。那你慢慢防守就可以带动你的进攻了。对，现在也保护 Singletary， 把他换下去。不过他下去的时候念念有词。这个组合总是充满了火药味。上半场塔比感觉有点累，了哈。对，打太久了吗？对，那个专注度没有像上半场那么高。好球 Singletary。换 Singletary 的动作向他回呛。对，只能赌一下。塔比还在跟 Chuck 两个人口角。对，失去垃圾话。我守住你4-4。对，哎呀，对方就已经得了63分，但是我们看到第3跟第4节，勇士队尤其在第4节又是爆量，他们灌场了最会得分的一节，拿下了单节33分。不过这个系列赛的对战虽然结束了，但是塔比跟 Chuck 两个人的 matchup 好像还没有结束，好像一直延烧下去。两边是有一点情绪了，有点情绪。当然，我想这也是难免的，大家对胜利都非常的在意。